好啊，天父愛你。 Jesus loves you。 每日都係新嘅開始。你預備好同天父一齊踏上今日嘅靈修旅程未啊？而家等我哋用少少嘅時間，安靜我哋嘅心靈，聽下最愛我哋嘅天父嘅話語啦。加拉太書3章1至14節。無知的加拉太人啊，耶穌基督釘十字架已經活畫在你們眼前，誰又迷惑了你們呢？我只要問你們這一件：你們受了聖靈，是因行律法呢，是因聽信福音呢？你們既靠聖靈入門，如今還靠肉身成全嗎？你們是這樣的無知嗎？你們受苦如此之多，都是徒然的嗎？難道果真是徒然的嗎？那賜給你們聖靈，又在你們中間行異能的，是因你們行律法呢，是因你們聽信福音呢？正如亞伯拉罕信神，這就算為他的義。所以你們要知道，那以信為本的人，就是亞伯拉罕的子孫。並且聖經既然預先看明，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稱義，就早已傳福音給亞伯拉罕，說萬國都必因你得福。可見那以信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亞伯拉罕一同得福。凡以行律法為本的，都是被咒詛的，因為經上記着：凡不常照律法書上所記一切之事去行的，就被咒詛。沒有一個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稱義，這是明顯的，因為經上說：義人必因信得生。律法原不本乎信，只說行這些事的，就必因此活着。基督既為我們受了咒詛，就贖出我們脫離律法的咒詛，因為經上記着：凡掛在木頭上，都是被咒詛的。這便叫亞伯拉罕的福，因基督耶穌可以臨到外邦人，使我們因信得着所應許的聖靈。有一個年老嘅婦人話俾傳道人聽，佢講到佢好愛耶穌，佢恆常禱告，每日讀經，每晚都會認罪，但佢好害怕死亡，佢唔敢肯定神會接納佢，佢甚至乎為咗討神喜悅而向教會做咗一大筆嘅金錢上嘅奉獻。但係呢件事佢就冇知會佢嘅丈夫，佢知道咁樣係唔啱嘅，但係佢就講到：我咁樣做係為咗得救。呢個婦人佢並唔明白保羅喺以弗所書2章8至9節所講嘅說話：你們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這並不是出於自己，乃是神所賜的，也不是出於行為，免得有人自誇。呢個婦人佢相信要靠自己嘅好行為先至可以獲得神嘅接納。好多自認為係基督徒嘅人都有同樣嘅錯誤，使徒保羅要改正。喺加拉太存有同樣觀念嘅信徒，佢哋成日講到需要持守舊約嘅律法嘅好多嘅規條。喺加拉太書3章13節講到，基督既為我們受了詛咒，就贖出我們脫離律法的詛咒。經文講到，保羅宣布耶穌基督既在十字架上死，便救贖我哋脫離律法嘅咒詛。只係我哋相唔相信呢個事實呢？我哋係咪真係由心裏面相信基督作為救主呢？如果我哋已經相信並且接受，我哋只要安息喺主為我哋完成嘅十架聖工上，並且以喜樂謝恩嘅心接受，而唔係再誤以為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去取悅神而得到救贖。親愛嘅天父，求你幫助我哋明白，我哋係不配嘅罪人，你嘅救恩係白白嘅賜俾我哋。求你幫助我哋願意相信並且接受你嘅救贖，以致我哋可以以喜樂嘅心去感謝你。我哋嘅禱告奉我主耶穌基督得勝之名祈求，阿門。詩歌 Grace Alone 唯有恩典。